忙的话，你可以去忙你的。像这个同学就咱们寒假班来过的，这两个同学都是咱们寒假班来过的。同学们，如果喜欢咱们直播间，可以点两个留言点赞啊，主播赚一个。这不是你喜欢看的赚啊，这些都来。这些全是零基础的啊，你们可以。